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作业。揭谛，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好，我们先就诵一遍啊。那接下来就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钉，云雷震开悟极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言显化在古宫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五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奥，报事灵口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摄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物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野象，500灵光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河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红华显神通，扯旗造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起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土芒敕令记下身，说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如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
南无言太保，阿弥陀佛，时刻刻在刻三刻四刻刻六刻七刻八刻九刻十刻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临三地，点发印证考三圣，坐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印，云雷震开护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言显化在土中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五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适可西来白羊时，香耳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时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登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道，报事灵统察耳心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摄对三场救众生，救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兼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眼红法显神通，则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真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竖青珠二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破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主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教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吾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座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如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竞争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王阳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，时刻刻在刻3刻4刻5刻6刻7刻8刻9刻10刻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如临三地，点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说言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护极土，天下
天中华母九叠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元显化在古宫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五策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实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我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耳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法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座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内先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红法显神通，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所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崖弥勒尊，无王敕令记下身，说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梁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许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。爱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弟子赵长宇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公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
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过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是所自导，是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今天就诵经到此。感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感谢各位前贤。好，感恩父前辈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感谢组长慈悲啊！感恩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前贤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明天换我跟那个立信前贤调换。